Hello， 早晨啊。我都同阿楊偉業講咧，就係話嘅，我都係支持香港人民主嘅。OK， 咁但係咧就係民主社民聯去用嗰個理想 ，OK 係唔係唔好？但係咧就係用佢哋個方法可以爭取到乜嘢出嚟咧？第一 ，OK， 即係根本大家都知道香港嘅政治前途咧，全部都係俾大陸控制咗。民主黨去用佢比較務實嘅方法去爭取呢啲民主，係咪一定唔好咧？首先我好希望社民聯諗下，佢咁樣做法係可以爭取到幾多民主出嚟咧？第二就係、我真係希望民主派咧唔好內部自己分裂，張口對外。你有咩證明？而家好似變咗社民聯黨、民主黨係自己嘅敵人咁樣，我覺得呢樣咧係對香港爭取民主咧係非常非常不利嘅。多謝林生意見啊。即係林生就即係當然社民聯呢一個抗爭嘅路線係一個呢2-3年嚟喺議會裏面一個新發展啦。咁至於呢個抗爭議會內有抗爭嘅手段同埋個策略，將來發展係點？我諗即係新一屆嘅社民聯嘅行為啊，同埋年青一代嗰班嘅領導都會再檢討，會再睇下咩發展啦。咁至於你話民主，因為泛民嗰個團結。民主黨同呢個嘅共產黨嘅密室政治出賣港人呢一個決定，係完全冇同其他泛民係長談或者係研究過傾過，係佢哋背離背棄泛民，自己同共產黨作密室政治嘅交易啊！所以林生，即係你唔好將嗰個責任本末倒置啊！如果民主黨要團結呢個民主派嘅，佢應該就翻同啲共產黨要傾嘅嘢，喺泛民裏面大家傾過達成共識。阿華叔多次講㗎，話社民聯咁啲嘢唔同呢個嘅民主黨傾啊！喂，你民主黨咁重大嘅決定都冇同香港市民同泛民其他政黨，包括係呢個普選聯嘅核心成員梁耀忠啊同埋啲人都被出賣，佢哋都唔知佢有密室政治嘅交易啊！所以如果你要泛民團結嘅，一定唔可以容許密室政治嘅繼續存在咯。OK， 跟住張生喺度，早晨。如果你要泛民團結，張生你可唔可以唔聽收音機？聽住電話得啦。跟住張生喺度，張生，我諗佢聽唔到啦，我哋可以跟住第二位胡小姐，早晨。你好，請講。陳偉傑講得都有啲道理嘅，因為我發覺中國咧，佢個經濟越嚟越起飛咧，佢嗰個國嗰個政治咧就越收得越緊咯。咁香港其實都係要跟中國嘅，咁要監察都係要嘅。不過就有陣時，如果真係大家可以協調嗰陣時，就稍微收慢啲咯。咁我覺得將來香港做咧，應該佢喺社會方面嗰邊咧，就似乎太過少啦。咁我諗如果喺社會方面做多少少嘢咯，好似你而家啲屋嗰啲，其實都唔需要居屋啊，或者係即係起咁多樓，我諗大需要多啲廉租屋咯。我都希望做到能夠如果居者有其屋，就唔好淨係得啲籠屋啊，或者係嗰啲窩屋嗰啲根本對嗰啲低應勤啊，或者係社會就唔係一個好處。我諗你呢樣做到咧，可能對於香港將來嗰個經濟或者發展或者係和諧嗰方面會有啲幫助咯。多謝胡小姐意見嚇。咁呢個咧就佢講施政報告最新咧都會集中係講樓價，即係房屋嘅問題咧，都有其中一個重點嚟嘅。我哋跟住有梁生，早晨。喂，係。請講啊。我想問下陳偉業咧，咁我哋呢啲海外華人可以點樣幫到香港嗰啲政治，或者有咩可以做咧喺度？我諗即係香港嗰個嘅政制發展必須要靠香港人㗎啦。當然即係海外嘅朋友關注同埋支持，我哋一定感到好鼓舞啦。咁就即係好多香港人即係就算喺海外咧，同香港都有聯繫嘅。咁譬如每次到選舉，我哋都鼓勵即係支持呢一個嘅民主嘅朋友同香港嘅親戚嗰度多啲即係解釋。好多時好怪嘅，海外嘅華人咧關注香港事件嘅朋友咧，好多時即係了解有啲問題嘅本質咧，仲清楚過香港人嘅。係，好，跟住有葉小姐，早晨。早晨，葉小姐。係，早晨你好。請講。
我想同阿陳偉業先生講講咧，佢哋嗰種咁樣咁粗暴嘅行為咧，我覺得係好失禮香港人，因為佢哋咁嘅榜樣咧，我唔知道下一代會係點樣。其實我哋可以用唔同嘅方法去表達我哋嘅意見，但係唔需要係咁樣做到粗言穢語，又正呢樣正嗰樣。以前我哋睇到台灣咁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心痛，即係覺得好醜啊！身為中國人，但係估唔到咁樣嘅事居然發生喺香港度咧，我就更加而家覺得好醜啊！作為香港人。OK， 多謝葉小姐嚇，我哋最後要聽埋張生嘅意見。張生，係點講？我咧覺得咧，即係李柱銘咧退黨咧，我最佩服李柱銘嘅，因為李柱銘做嘅嘢好切實。喺民主黨咧做咗差唔多成立到去創辦人，到依家佢點解要退黨咧？我覺得咧，佢唔好話你市民寫民聯咧，呢啲咧係每一個政黨佢自己做嘅嘢咧，佢哋點樣對市民唔歡喜都係佢嘅事啊！冇人選咁咪佢嘅事咯，等你話講咩？但係李柱銘退黨咧，就證明咧民主黨李正達邊嗰班咧主席咧根本上咧就對民主香港民主係唔啱噶啦。OK， 但係陳偉業啊，李柱銘冇退到黨喎。佢提過話會退，咁啊會考慮，加又話要再考慮咯。係啦，佢冇退到黨。最後我時間咧，我就唔可以再接聽其他聽眾嘅電話。不過問陳偉業，係咪準備退休退出政壇呢？有計劃？即係我自己由85年從政到家下咧，都斬問1/4世紀啦。咁即係我自己覺得從政太耐呢個人開始思想僵化，同埋開始冇啲新嘅創意。最好就多啲年青人可以接棒，即係社民連都好多有能力嘅年青人啦。咁係咪翻嚟加拿大？呢個我未有決定，可能兩邊走啦，咁就即係希望社民連嘅年青嘅朋友咧，可以即係努力令到社民連喺議會嘅職位可以更加多啦。咁啊，即係陳議員，我都即係好佩服你嗰個勇氣同埋毅力，同埋嗰個長期嘅工作，亦都咧對你嗰個即係對香港嗰個市民嗰個熱情啦，嗰個即係好似好感動。不過咧，我始終覺得咧，即係英文有句 The road to hell is 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 即係純粹咧係即係覺得自己係站在一個高台，或者係出意良好咧，係好多時咧站在一個高台咧係就會即係做嘢嗰陣時咧，或者冇一個反省能力咧，可能或者咧係冇即係即係嗰條路線未必一定係啱嘅。咁啊，今日咧好多謝咧陳偉業咧，香港立法會議員咧上嚟同我哋傾過偈咁，跟住一節新聞簡報。